20幾萬買到個瑪莎 GT， 千祈唔好俾呢套 MC 包圍蒙蔽咗雙眼。即係呢條鎖匙我覺得真係唔係咁好意思含出嚟。咁啊，你會見到有隻碳纖方向盤啦，碳纖撥片。當你插入呢條快呢鎖匙擰着佢嘅時候，液晶儀錶。咁呢部車我唔夠膽包實錶嘅，因為我哋吉個艾迪托電腦讀雲數據呢，7萬幾公里。但係事實上呢部車以前我哋賣出街，應該23年賣出街嘅時候先3萬幾公里，應該就係佢換呢個液晶儀錶嘅時候就搞到啲數據就七國咁亂。勞斯萊斯同款但係有啲界手嘅星空頂啦，寶馬嘅水晶波棍上邊又有隻瑪莎 logo 咁，然後又有啲入下咁。即係大家轉波嘅時候唔好太過之用力啦。咁其實睇翻張凳啊，呢啲門皮啊，就真係就還好嘅，公里數係唔大嘅呢部車。14年4萬4公里嘅車，29萬8，佢塊後葉子板呢，你睇份維保記錄嚇死你嘅，出險記錄嘅寫住結構性損傷記錄，因為你往下碌就見到佢嘅後葉子板係有更換記錄嘅。葉子板點換呢？成個白車身連埋一齊嘅，你只可以切嘅啫。咁但係我哋驗完車發現佢冇換到嘅，只係裏邊有鈑金。雖然鈑金嘅面積有啲大，但係過到查博士嘅喎。咁亦都係佢可以擺喺呢個展廳賣嘅原因。咁右前大燈都係換過嘅，同期嘅出險記錄咧，前槓啊、中網嗰啲都換過，但係裏邊重量啊、成嗰啲驗過冇問題嘅。20幾萬揸瑪莎 GT， 你仲想點啊？